哎呀！哇！起步好大，頭二車撞咗落個地面大地咗，跟住就發生咗2次嘅意外啦。咁但係好彩大出嘅就係我哋嗌呢個其實哇！但係嗰個踩色係9號車嘅第一冠啊！冇錯，冰冰鬥第一冠 ，Michael 第3。第4邊個威啊？第5就係第2啊，好多馬2啊。咁啊頭先冰冰2車係第一冠喎，第一冠超快嘅，直落尾段。咁啊頭先黃色2車啦，接放2車咧就係啊第一冠啦。哇！冰冰4車10車就冇車第一冠，睇冇計啊！第3係1號，sorry，第3係3號 K 張，第4係2號，第5位。老孔6位 William， 7位 Tony， 8位 Raymond， 9位5年，10位咧 Michael 啊。頭車提出佢比賽啦。咁啊頭車提出到尾，2車跟住，所以佢5隻彎到嘅啫。哇！開得係真快啊！頭2車有大半隻彎，哇！2車好手緊啊！睇下佢嘅眼焦到尾，咦收一收到有喎。啲嚟啊！睇下10號車有冇機會贏翻上去執啊！放鬆啲，唔使緊張，比賽嚟嘅啫。阿四繼續快啊！頭車都係冰冰啊，2車咧就係3車咧 Ken Young， 哇 Ken Young， 唔好嗌佢名啊，再嗌就飛㗎啦就。OK， 好啦，開始第一冠就追緊咗冰冰啦喎。哇！一部靚卡士先，食到啦，開始有少少出現。頭先有少少手震啦，哎呀！頭車冰冰，2車第一冠啊，3車咧阿 Ken 啊，我呢度就睇到啦，咁佢2車先而家好埋牙啦。哇！直路好型蓬鬆，幾獎真啊！真係要精彩啊！係啊，冰冰就冇辦法啦，冰冰對手好強啊！時間咧到呢個3分鐘啊！你 K 1近咗，K 1。哎呀！K 第2位，頭車係隻車，3車冰冰，4車係 William 啊！好啦，有個白粉紅，所以我小心留意後邊嗰個熒光橙嗰架咧係紅車啊！你啊，俾佢讓我俾佢講，喂，呢個雞橋。好啦，睇下 K 1有冇辦法追翻前面啊！大官啊，而家10車。可以領先咧都幾有，係咪啫？呢個都幾有機會性啊！冷靜，唔使急，唔使理我講嘢㗎啦。3分半鐘。24分鐘。哇！第一冠拉開入車廂啦，2秒半啊！全場一架熒光橙紅嘅車咧就係要搭住領先嘅第一冠。慢慢唔使急，後邊嗰個車廂俾我 OK， 你可以慢慢起翻好啦。你點解剩翻5架車嘅？我聽到10架車起步喎，而家剩翻5架車喎。頭先咧啱啱過呢個台灣前灣啊！個完啦喂！車廂咧，個高翻近啲啦，2.4幾秒，時間4分40秒。哇！睇下係搬食晒我啦而家。做咩雕場？俾啲鼓勵説話好聽啲喎。O K， 最後幾秒咧，睇下佢搬翻嚟咧，衝線先啦，如無意外啦，5分鐘內決賽，第一次決賽啦。
日本翻嚟咧，應該咧可以攞